州国小的领队是咱陈国照校长、陈校长，咱的指导是赖丽珍老师、李嘉文老师、咱的管理是谢东如老师、咱闽州国小民俗舞蹈队，今天表演的名称是梦想闽州飞向未来，咱现场来宾这小朋友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？看咱这小妹妹吼，大家真传统这个咱讲台湾红啦台湾红做传统服装，会使讲非常的喜气，绑这个马尾佫非常的古锥，嘛符合来配合咱大天府建筑大典，已经将近要过年，这个喜气咧，来传达予大家，祝大家咧，伫这个旧年尾、新年头咧，互一个大家一个好的结标，咱闽州国小的舞蹈队，伫咱陈国照陈校长的联合之下，咱请咱新生舞蹈运动社的这个专业老师陈雅琴老师来给咱指导，由国小1年、2年、到3年的这小朋友来组入。先入集单了，到这里的精彩的表演，表示咧，这学生咧平时非常的认真，咱老师嘛非常的拍拼，非常的鼓吹。咱虽然敢若先入集单，个人参加过足侪的表演活动，包括客家区运动节的表演活动，以及皮革国小校庆的表演活动，得到真侪的鼓励，伊嘛甘有编一首歌，歌词叫做《定州西瓜上出名》，定州西瓜上出名。
我来给一杯高兴的歌语，家里高兴的歌语，就是咱天风秀，林在宇宙，在同一家身体大大做事，天经地义，就是大大大的路，人生里一呀一条路，来电来电来的光辉，光世界，阿拉多啊，这个先就专业的问题，就像阿拉个这种礼仪，过来天风秀，林在宇宙。林家跟大家当合庆聚餐，大家大欢喜。家人南出大的国小一辈啊，先南出大的国小一辈。精彩表演！来，咱这几组，给我顶歌国小的小朋友鼓掌，加油！来，小朋友，过来，拍照。小朋友，来，麻烦来这边排队，然后背对庙里，然后把旗子拿高，不是，来背向我，然后把旗子拿高。老师，那个陈校长有过来吗？